咱大先来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用你的听，用你的恩典，互阮三个组织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的信心，只是甲阮三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有安静的心来进入礼拜。来领受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赞。也将阮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将每一位何塞同工拢交伫你，恳求你亲自来祝福，亲自来引带带领。也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同在。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施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咱同齐来用圣诗第104首，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用全首。坐，咱同齐来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疼惜阮性命的天父。今仔日，阮自己伫圣殿内，存敬虔感恩的心来敬拜你，将一切荣光、尊贵、权能拢归伫你。主啊，今仔是社青主日，阮特别感谢你多年来伫双联教会建立青年的工课，感谢你用教会做青年熟龄的家庭，互相接纳、陪伴、扶持，通过所做的生活、读经、祈祷、
灵修以及彼此分享生命，互少年人伫人生重要的阶段，有你的话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感谢你今仔日互青年兄弟通过献诗、接待、启用、读经以及各项的服侍，共心来敬拜你。求你坚固因的信心，互因若伫教会受装备，也通伫家庭、学校、职场、甲社会，成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荣光你的名。主啊，今日下晡要举办第5遍的这场面面观，阮感谢你感动几位伫医疗、甲长期照顾第一线、忠心服侍属灵前辈来分享见证。求你赐予智慧甲恩典，互每一位参加的人，拢会当看见台湾社会需要，也合适主要所用词，看见就怜悯。愿意将温素、专业、甲性命奉献伫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成做别人的祝福，成做这世代的帮助。主啊，阮也为台湾来祈祷，面对个人化、小组化、医疗、长期照顾、家庭以及青年世代种种的挑战，求你赐予执政掌权的人智慧，互教会也会当成做社会祝福，用福音的听来关怀人、医治人、陪伴人。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也承认阮是软弱有罪的人，阮时常因为骄傲、自私、冷淡，无关心别人的需要，得罪你，也伤害身边的人。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洗清阮的罪。互阮有新的心、新的灵，学习谦卑顺服，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阮也特别为身躯病痛、心灵软弱、伫病院治疗、伫厝里收养，以及心内忧愁挂虑的兄弟来代祷。求你亲手医治、安慰、扶持，享受平安甲力量。也求你赐福医护人员甲照顾者有智慧、有忍耐。有疼心，做你医治恩典的器皿。天父，阮深信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你的恩典教也万用，你的慈爱永远袂离开阮。愿你继续传领相连教会，祝福每一个为青年、每一个家庭以及所有服侍的人，互福音通过阮的性命继续广传，影响这个世代，荣光你的性命。这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是天的，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履行，你要亲像天里。阮的日子平安的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所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离弃，就叫阮看见的天国、万民、平安都是你所。在的是，阿门。这时，社青王胜怀要甲咱三个交托启用。这时，咱来交托启用。启用文第38篇，也是哥林多前书13章，伫圣诗后面第57页。我来启，请兄弟大家来用。我设思话讲人甲天上的言语。我设思做先知。
说书有交边的信，到夜来移山。我说书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熬宽容慈悲。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呾对定咧看，模模无明。我呾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线接，咱用学落的诗歌来继续礼拜。迦南诗班要献唱的是：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
愿主欢喜接水的诗歌，即时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有2位，第一位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35节到38节，台语汉语本伫新约21页。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伫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大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济，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第二位伫罗马书第5章，汉语本第335页。罗马书第5章第7节，替义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猜也有人敢。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但也是罪人的时，伊就有替咱死。圣经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嘛照安尼行的人。今早起，杨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看见就灵敏，看见就灵敏。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请杨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主日的早起时会当去参加主日，做伙来亲近伊，做伙来敬拜伊。今日特别是教会所设立的社青的主日，咱会知影来到礼拜堂的时，咱应该有发现有真侪社会青年做伙参与伫逐款的活塞顶面。我想咱的教会就那亲像一个大家庭。有逐款无共款的年龄层的兄弟姊妹做伙参加组织，虽然咱的背景、咱的做所在无共款，但是伫主内面，咱诚做一家人，诚做兄弟姊妹。所以社青组织特别要提醒咱，伫咱的教会内面有一阵带好脱离学习、脱离学校进入一场的这个社青，因伫做方面检查也当咧开始，当咧学习。愿咱也当用更较侪的关心、更较侪的态度来帮助因，愿也当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更较徛在，伫分享信息进前，也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佫一摆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每一届的组织拢是出自你对阮的疼、对阮的恩典，主要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成就阮生命的帮助甲快乐。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恳求你，互阮有安静的心，有拍开的耳孔，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生命的内底，成就阮一生的快乐甲帮助。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甲阮同在。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伫分享的大心，牧师要先用一个问题来问咱吼。假使你即马若要出门，要离开厝里，要出门，你想到第一项一定爱知的物件是甚物货？异口同声哈！头前2场礼拜我拢有问因啦哈。第一场答案较多元哈，比如讲有人讲钱包啦哈，有人讲证件重要证件爱查，讲这个锁匙爱去查哈。第二场较大部分拢少年人哈。因就讲，因声和咱有小可有共吼，因就讲手机手机上重要，手机无查袂当出门吼。我想这是咱即摆的一个经验啦吼。我家己在回想，我开始用手机的时，是我退伍吼，拄退伍的时哈，差20几当前啊吼，时间足紧的吼。20几当前的手机咱有印象无？点头的迄拢年纪和我差不多哈，比我迄阵的手机生啥款？无啦，我无遐尼古早哈，我细家机哈，但是迄阵的手机我印象中是连翕相都无法度，简单会当敲电话，当传简讯安尼哈。
但是迄阵已经感觉讲哇，会当伫外口吼，敲电话已经真好势哈。但是咱看咱今年所谓的智慧型手机哈，已经发展到超越咱的想象。所以我就在问咱迄个问题哈，进出门无揸手机也袂使。吼，咱做者吼要付钱啦，信用卡拢绑伫内底啊吼。无手机咱已经是无法度出门。即摆人已经差不多无法度离开手机啊。我想无毋对，今日即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甚至是泛滥的一个时代。人现在通过即款真方便的工具，咱的手安尼一个撸一个咱就会当连接到全世界。要什么款的资讯，咱拢会当找到。这嘛，互咱伫逐款的资讯内底受看捌受淹没啦当咱看到侪各样各种的资讯特别是那亲像全世界所发生的战争、冲突、灾难等等的消息，我毋知影咱心内感觉会有感觉。有当时咱看上侪这资讯了后，咱的心目睭有看到，总是咱的心已经对这个代志无感觉。那呢，我想这叫做视而不见，看但是无接收到，对咱的心、对咱的生命无就是说连接。我想只有遐个，当咱看到了后，佫会当留伫咱的心内，互咱有感觉，互咱有感动，甚至咱愿意有行动来回应的代志，才是咱真正有看到的代志。通过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耶稣伊安怎看见咱人的需要，以及伊安怎用伊的行动来回应这款的需要。对今日的经文，咱通看到耶稣伊亲自行过逐所在，伊用心来感受、来体会人逐款的需要。伊毋那留伫圣殿内面，毋那伫会堂内面。伊也毋是徛远远咧看，伊是真亲近人，进入到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内底。伊大心看到人的困苦甲无助，就那亲像无牧者样共款，真软弱真需要人帮衬。伫马太福音第9章的35到36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社，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这是耶稣伊看到当时的人的情景。人那像正常咧生活，那像正常咧过日子。但是人的生命内底其实无平安、无方向，因为无认捌真理。伫圣经内面，现在用羊来咧讲上帝的百姓和上帝的关系咱和上帝的关系，那像羊和牧者的关系。伫当时，羊若是失去牧者，若是无牧者陪伴，那呢伊就得袂到保护，也无有食米、无有水通啉。所以，伊最后的结局就是迷路，甚至是死亡。这是当时的羊若失去牧者的情景。耶稣看到这群人，那亲像羊无牧者共款，真需要有人来帮助因。若无因最后的结局，也是行到灭亡。耶稣伊深深知影，人若是无有认捌上帝，人若是无法度明白福音的真理。那生命就失去根本，失去方向，最后的结局就是行灭亡。所以咱看到耶稣伊风尘仆仆真骨力世界去传讲福音，也引带人通来认捌上帝，互人的生命通得到改变，找到一个方向。所以咱咧看圣经的记载时，咱嘛发现耶稣知影。认捌福音、认捌真理是人上较根本、上较基本的需要，但是上时耶稣伊嘛无忽略人也有其他更较基本的需要，所以咱看到耶稣伊嘛常在医病、赶鬼、行神迹来满足人逐款的需要。通过伊所做这代志，互人通看到上帝的疼，看到上帝的大能力，通过安尼嘛愿意拍开心门。来接受耶稣所要传讲福音的信息。
伫咱台湾咱有早期有侪宣教师来到咱台湾传福音。我想因侪人嘛是拢通过医疗、通过教育这事工来和福音的事工做一个连接，互侪人因大心伫因的生活内底当得到帮助，后来当更较深来体会到上帝的疼，也来接受到福音。伫咱教会内底，咱有真侪无共款的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教社委员会哈。咱要知教社委员会在做啥？在做教会和社会连接的一撮事工哈。教社会有一撮团体因的事工有需要，也是讲因有啥物款福音的事工要推展，有需要有欠缺，咱就通过教社委员会，正做因的陪伴来帮助因，互因伫事工顶面会当更较好势。伫咱教会下面嘛有几个无共款的事业体哈，比如讲幼儿园、安养中心、社福基金会，我想拢共款，咱拢要通过这委员会也是事业体，咱要通过因来做关怀社会事工，通过安尼帮助人会当来看到上帝的疼，看到上帝的恩典，然后更较侪人和咱做伙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想，咱会当来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伊行伫当时的庄社内底，伊看到一群的人，那亲像羊无牧者共款。假使耶稣若是行伫咱今日的社区、咱的社会内底，伊会看见啥物？伊看见的和当时看见的，敢会有无共款？我想，咱现代的人的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非常的无用，非常的好看头，光鲜亮丽。伫咱物质的生活顶面也非常的富足。咱会感觉咱像已经脱离迄个困苦的生活，咱已经中产阶级，咱已经无够伫困苦的生活内底。但是我想，咱若是真正问咱家己，也是问咱所看到这个社会侪人。因的心内其实也是那亲像迷路的羊共款，无牧者的羊共款。生命内底有侪的迷失，侪烦恼，也常常互生活、互生命内底的这个罪恶感、罪恶感底甲喘袂过去。所以我想，耶稣若是行伫咱今日的社会社区内底，我想伊有缘会看见人即款的需要。亲像羊无牧者共款，失去帮助失去引带，所以耶稣伊若行伫咱的中间，伊也要怜悯所有的人需要一位牧者来成做因的帮助。耶稣来到人的中间，伊除了看见人的需要以外，我想伊嘛更较济看到人人性内底真根本的限制甲软弱。对了后的人性，咱常常爱面对这款的情景，就是面对好的代志，咱知影应该去行的代志，咱却是无有气力去行；面对歹无应该做的代志，咱却是无有力无有能力来拒绝，常常陷落伫迄内面。我想这也拄是保罗伊所讲的话，讲苦我的性命应该行的好，我无力去行。无应该行的歹，我偏偏去行。我想这就是咱人的人性内底真根本的限制，根本的软弱。伫咱所读的经文第5章第7节，伊讲：替义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猜也有人敢。这段的圣经主要是咧讲为义人死为着好的人，为着一个看起来真完全，也就讲有需要帮助的人，和你无啥物关系，但是你知影伊需要帮助，为着这款的人来死，敢有？咱敢愿意？我会记无偌久之前有一个新闻迄个淡水河边，讲有一个较年长的长者在无细字落落河内底，边仔有一个迄个体专的学生伊本身就做到游泳，伊看到就紧跳落甲救，结果最后迄个落落有救起来，
但是迄个要救人的学生颠倒死去吼。我想即款的代志，伊就是看着应该做的代志，伊可能无考虑家己吼，伊感觉这应该做，伊就去做。我想圣经甲咱讲是真检采有啦吼，真差不多无，就是检采有，但是无真济吼，会做即款代志的人无真济。因为人面对应该做的代志的时，咱第一个考虑是啥？我做对我敢有啥物好处？我做毋知安怎卖？咱面对应该做的代志，咱通常拢会想到家己的厉害，所以也踢到咱着蹲地无法度去行，这是咱人生的软弱。后壁迄句讲，为着好人死，检采有人敢做。这好人所指的，就是讲对你有帮赞、对你有温情的人，一个人要帮赞过你，但伊即马拄着困难、拄着危险，你有愿意为伊死无？敢讲？圣经讲检采有人敢做，就是讲有，但是嘛无真济吼。人知影应该爱回报，但是拄着代志的时，咱往往伫咱人生的软弱内底，咱就无法度照安尼去做。这就是人伫人生内底的软弱，伫圣经内底嘛，互咱看到人生的限制其实是非常的明显。面对应该做的代志，咱拢常在考虑家己，所以至到咱无去做。人虽然会当去听别人，但是咱嘛知影，对人做出发的听，其实是非常有限，有真大的限制。人通常简单会当去听迄个咱认为值得咱听的人，也是讲迄个对我有恩吼，对我好的人，我才愿意去听。这就是咱人生的限制。但无咱真恶的去听迄个和咱无关系，甚至是对咱歹的人，我想这是咱真恶的做会到的。另外一方面，当咱的人生在面对歹的引诱、罪的引诱的时，咱嘛常常无力无办法来抵抗，咱也常常沉沦伫罪恶内面，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来离开。这就是咱人生对落了后上个根本的限制，上个根本的软弱。人无法度靠家己来拯救家己，人无法度靠家己来离开这个罪恶。所以伫这款的情景内底，耶稣嘛知影咱有更较深的一个需要，就是救恩的需要。所以耶稣伊看见咱的需要甲软弱了后，伊无视而不见，伊毋是有看无到。伊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大圣伊真深刻来体会伊的心有怜悯的心。伫咱所读马太福音第9章36节的前半段安尼讲，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伫华语的圣经伊讲恻隐之心怜悯的心关心的心耶稣知影咱的需要。耶稣也真愿意用伊的行动来帮助咱。我想，当咱的心对别人所拄着的困难和别人所拄着的需要有感觉，会当去同理的心，会当去同理的时，咱才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咱的心若看袂到别人的需要，看袂到别人的欠缺，那呢，咱是无可能有行动。但是耶稣无共款。耶稣看到咱的需要，伊的心就受感动，伊的心就生出怜悯，愿意用行动来陪伴咱。耶稣伊放下伫天顶荣耀的身份，来到咱的中间，成做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咱若看圣经对耶稣的记载，伊会枵，伊会忝，伊会伤心，伊会失望，伊也会感觉艰苦。耶稣成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经历过咱逐款的欠缺甲需要，所以伊会当真实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圣经甲咱讲，上帝对咱出伫听上界深刻的一个行动，互耶稣基督亲身成做人来到咱中间，体验咱的一切的欠缺甲需要。耶稣看到咱人生内底的软弱甲限制，伊
也愿意为着咱来献上伊家己。第5章第8节，罗马书安尼讲，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是基督有替咱死。上帝对咱的疼，毋是等咱变做好人，毋是咱变甲较古锥、较通疼，甚至嘛毋是等咱接受洗礼了后，伊才要疼咱。上帝对咱的疼，是伫咱还阁未堪得、还阁无古锥、无可爱的事，还阁做罪人，还阁完全无值得被疼的事，伊就欢喜为咱来献上家己，行十字架的道路，为咱带来救恩。我想这就是上帝对咱迄款无条件的疼。那和咱人真有限、真软弱的疼来比较起来，通讲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上帝的疼是无条件对咱的疼，献上家己行十字架来救赎咱的疼。人的疼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软弱。做时阵，咱拢大心考虑家己，毋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是咱伫咧看耶稣的行动的时，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像是咱嘛通做伙来学习。伫咱今日所读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以门徒提出一个要求，伊爱伊的门徒上帝来祈祷，求上帝差派更较侪工人出去做工，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找到生命的方向。耶稣伊本身真骨力咧做这福音的事工，但是伊嘛深深知影，靠伊一个人也是真有限。伊愿意有更较侪人做伙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事工，所以伊甲门徒安尼讲，伊讲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耶稣爱伊的学生，就上帝祈祷，求上帝派较侪工人出去修行。咱看到这，咱可能会想讲，耶稣爱伊的学生祈祷，求上帝派另外一群人去哈。但是咱继续看，咱今日读第9章接续的第10章，咱就会看到，其实这要受差派的工人是甚物人？其实就是耶稣的学生。第10章，耶稣就差派伊的学生出去世界去传福音，带领人来认捌上帝，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伫遮爱伊的学生做的这个祈祷，其实毋是甲责任撒互别人。上帝你派别人去修行，派别人去做工。耶稣伫遮的教导，其实是爱伊的学生上帝祈祷，讲上帝我愿意互你差派真做福音的工人去完成这个福音的事工。这要去修行的工人是甚物人？咱就讲，就是耶稣的门徒。其实也就是咱现在在座的咱每一位，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上帝所听的囝儿。传福音的使命，通过这使徒一代一代的传承，已经来到咱的身上。咱真做基督徒是大心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想，咱也有这款的责任，将这款的恩典，将对上帝来听，来和别人分享，更较侪人也当来认捌上帝。祈祷毋是要甲责任撒互上帝，叫上帝去呼召别人来做工。祈祷是要互咱也看见咱家己伫福音事工顶面的责任。咱通上帝来安尼祈祷讲。上帝我愿意互你差派，真做福音的工人，求你来装备我，求你来使用我。伫过去咱教会内底有一个盲人事工的纪念主日盲人事工的纪念主日我要做讲道分享，我甲大家分享一个结论讲咱知咱教会有一个西罗亚合唱团对无？西罗亚合唱团视障朋友的合唱团我的结论甲大家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真做西罗亚的一份子。安怎讲呢？因为西罗亚这3字就是受差派、奉差遣的意思。
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是互上帝差遣出去的人，福音的工人。所以咱每一个人对这个角度来看，咱拢应该成做西罗亚这个团队，互上帝差遣出去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咱每一个人伫福音的事工顶面，咱拢毋是徛伫边仔看的人，咱拢应该是爱迄个参与，成做迄个参与的人，实际去服侍的人。伫咱拄则的第2场的礼拜内面，咱有差派短续2位一位蔡宇恩长老娘，一位是梁木里执事，因要参与接线这个短宣到缅甸的短宣的福音队，因就是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迄个有需要福音的所在，有需要服侍的所在，成做遐个人的帮助。但是我想咱嘛毋通想讲，安尼就一定爱出到真远的所在，才是去互上帝差遣。其实我要甲咱提醒，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咱每一个人的职场，其实也拢是上帝国的好场，也拢是咱通传福音、通荣耀上帝的所在。所以加尔文真清楚，伊咧讲人的职业的时，讲每一个合法正当的职业，拢是出自上帝的呼召。咱若愿意忠心尽职来完成上帝所交代的。那安尼，咱就是在荣耀上帝。咱若愿意真认真伫咱的职场顶面，那安尼，这职场就要成做咱福音的工场，成做侪人通得到帮助的所在。今日是社青的主日，特别咱知影社青是拄好结束这学习的阶段，进入甲工作可能做侪代志爱适应，做侪代志爱无用，但是。牧师嘛拢常在甲因勉励，咱社青应该爱想看卖要安怎互咱的服侍和咱的职业，互咱的对上帝的使命的回应，会当来结合。伫咱的职场，咱要安怎诚做侪人的帮助，诚做侪人的祝福。你若是老师的，你着好好伫你教学的工作顶面来帮助这学生。我现在有机会代表教会去参加新兴国中的毕业典礼爱听见侪拄入来真侪问题学生，通过老师真有耐心的陪伴改变因的一生。我想这款每一个愿意伫咱的职业顶面伫咱的生活顶面好好扮演咱的角色的人，我想拢要成做尽忠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工人。通过咱通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基督徒这3字，若简单讲，就是愿意跟对基督、愿意学习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无应该讲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和基督无共款。咱应该爱学习基督怎样做，咱就怎样做。耶稣基督伊看见人的需要就有行动，我想这嘛是咱应该来学习的。有信心亲自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动工，开咱的心内的目睭，当看起咱四周围众人的需要，也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互咱通做伙学习，伫咱生活内底每一个领域内底，会当成做上帝国好场的工人。伫咱下晡有一个讲座邀请几位分享人因用因的生命、用因的信仰，安怎和因的职业来做结合，和咱来分享，帮助咱来思考，要安怎伫咱的职场顶面，会当来服侍上帝，来应用上帝。嘛真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愿今日咱所读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的提醒。提醒咱每一位，咱拢是上帝国福音的工人，咱就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要搁一届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主侪时阵，阮常在用家己做中心来思考，阮常在看见家己的需要。可是对别人的需要无看见，所以要恳求你来帮助阮，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看见别人的欠缺需要，也看见阮伫遮个人的身躯顶，阮有啥物款的责任，阮通为因来做啥物。
主恳求你相信阮有对来智慧、勇气、气力，会当伫正确的事顶面坚持去做。我也确信通过安尼，我们要成做尽忠的工人来应光你。搁一摆，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阮头前的道路。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社青牧区的诗班要用两首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甲咱拢成做一家人来献诗。
社青牧区即马固定组织的有超过80位社青吼，真侪位拢是为离校牧区、青少年牧区，甲即马青年牧区吼，真欢迎咱兄弟姊妹家己的亲友，也是厝边拢会使共年会来到教会。吼，这时咱要用圣诗338首，愿我会愈来愈听你我主基督，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大家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
继续咱的礼拜。请咱下头，咱用感恩的心，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所有的拢是你所赏赐的。阮的性命、时间、才能、财米，拢是出自你的恩典。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将这份奉献摆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这一切的奉献，成做你事工的祝福。无论是传福音、关怀弱势、建立教会，拢互人看见你的疼。听见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同齐来关心教会事工。本周特别事工，主日是本会所定的社青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本会社青牧区的事工，并且为着社青的信仰生命、人际关系、工课以及伫教会服侍等等来关心代祷。第二点，本会neu牧理执事加蔡宇文长老娘要伫6月19到27
参与基督精兵协会所举办的2026年万城医疗底选队，愿上帝祝福。过来是下晡社青牧区这场面面观系列讲座，主题是我的这场甲上帝国的合场。时间是念伊1点开始，伫10楼礼拜堂。分享人是罗文亮长老，伊是安宁医疗的推动者。第2位是牛木理执事，伊是儿童神经外科医师。第3位是高彦兵执事，伊是社区照护者的实践者。这个讲座是开放自由入场，连伊礼拜煞都会使大家自由入场。咱若有登记简餐的人，会使伫外口领简餐；若无登记的，会使伫附近。咱1点要开始，邀请大家来听分享人如何伫这场中看见人的需要，并且以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集体关怀第1点，本会会友着可联约姊妹伫6月8号安孝主怀，定伫6月22拜1早起8点半，伫台北市华爱馆景兴楼1楼至中视厅举行日联礼拜。另外，定伫当日下晡1点半，伫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嘛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点，本会会友李维乡兄弟，就是李雅平长老娘的爸爸张家祥长老的丈人，伫6月9号安孝主怀，定伫6月23拜2早起8点40，伫台北市华爱馆景兴楼1楼至中视厅举行日联礼拜。另外，定伫6月27拜6早起10点，伫中华德堂基督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嘛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这时要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伫遮无收到名单，毋知到第1摆含咱做伙聚会、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若无我有愿来做淡薄的补充报告吼。咱拄则有看到社青因做伙献诗啦吼。咱可能会感觉，遮个人，乃遮侪人啊面拢从无啥捌看过吼，因为因大部分拢参加第2场吼，含咱第3场可能时间较无重合啦吼。因参加第2场礼拜了后，就会去因接续小组的聚会吼。咱看见遮少年人，因虽然伫大日即场吼，真无用的中间吼，但是因嘛真愿意来追求信仰，所以要请咱兄弟当搁较侪甲因关心，互因有学习的机会。咱看因做伙伫遮献台语的诗歌吼，讲台语对因来讲其实是上界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吼。因做其他的服侍，我想拢无啥物问题吼，但是因为台语伫因的环境内底较无咧使用，但是伊嘛真愿意学习，含咱做伙吼，用共款的礼拜内底做伙来亲近上帝。愿咱会当诚做社青牧区吼，诚做每一位社青的祝福甲帮赞。嘛鼓励咱吼，咱四周围吼，咱的囝儿孙仔吼，若是社青这个阶段，咱会当欢迎因，会当做伙来参与伫社青牧区，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成长。好，这是咱着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常常会当通过你的话来伫个提醒，伫个帮赞。主，恳求你，互阮时时会记得，阮是你所拣选、你所听的囝儿。愿拢有责任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愿拢应该用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主，恳求你，互阮无袂记得这款的呼召，也互阮的性命会当诚做你所欢喜使用，会当通过阮，会当诚做搁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主，阮也搁一摆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拢交伫你的手。
互阮身心灵拢得到勇敢，有就逐款的欠缺需要的，恳求你用你满满的恩典来补足，互阮伫困难内底也经历着你甲阮同在，甲阮同行迄款的平安。主将阮每一位，将阮的教会，将阮要推行做事工，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上营圣诗58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恭受差遣。